澳外匯儲備喺過去3年嘅資產總值維持喺大約1300億。委員會主席麥瑞權會後引述政府代表話，本澳外匯儲備入面銀行嘅存款由舊年嘅740億增至今年4月嘅810億，其中港元存款上升超過1倍。港元嗰個組合嘅比率咧係上升到30.1%，咁我哋都係問政府嘅官員點解咩原因呢？咁佢嘅解釋咧就因為博彩嘅收益咧多數都係港幣，咁收翻嚟嘅港幣咧就存落去作為呢個儲備嚟計咧就未轉為投資，咁所以咧個港幣咧嗰個存儲咧係多咗。佢又話，政府將會喺7月底或者8月初向委員會介紹將部分儲備交由廣東省政府投資嘅計劃，包括投資政策、風險評估同投資取向嘅依據，強調立法會必定會做好監督工作。澳門